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网络灰产。什么叫网络灰产？就是每个人的信息啊，在网上可以买到，大到你的姓名、手机号、户籍地址、身份证号码，小到你开房记录、出入境记录，甚至你点的外卖、吃的什么，你的外卖地址，都可以买到。这个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链，就是灰色产业链。南方都市报这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叫人肉开盒再调查，网络灰产隐秘升级，记者买到自己的秘密。这个最近因为这个百度的副总裁他的女儿搞出来这么一个事件就是开盒事件。这个百度副总裁的女儿开盒这个事情本身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未成年小孩，对吧，在网上跟人家这个斗嘴开盒。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就是网友舆论更关注的是这些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想开盒这种人很多，但是能开盒这个是有一定条件的，谁成就了这样的，对吧？别人能够开盒。这个南方都市报说他说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女儿开盒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他在回应中提到，女儿系从海外社群网站上获得他人隐私信息并发布。南都 N 视频记者调查发现，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这类群组并不少见。在单个群组内，短短1个小时，便有数百位网民查询并披露他人的名字或手机号，基础信息为机器人自动回复。若要更为隐秘的信息，则要添加社工库，客服花钱购买。显然这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非常自动，非常容易。你只要到了海外网站，对吧？你找到这样的群，你可以去买任何一个人的资料。实际上关于这个大家的隐私在网上传播、公开交易，这个央视新闻呢，它也一个报道，不光是南都央视新闻它做了个专题节目，叫开盒挂人是什么？2000多名博主隐私被一个境外群传播，说开盒类似于人肉搜索，指的是一些不法分子盗取他人信息后随意在网上散布。前不久，一位网络博主就遭遇到这样的开盒。某天深夜，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他的粉丝，想约他线下见面。从那以后，各类骚扰电话就不断打过来。经过他的一番调查，他发现他的个人信息是在境外网站聊天群中被泄露的。警方调查的结果是，竟然有2000多名网络博主的隐私信息通过这个境外网络聊天群被多次转发和推送。大家可以看这个央视的报道大家看视频。开盒源于贴吧文化，类似于人肉搜索，指的是一些不法分子盗取他人信息后，随意在网上散布。当一个个身份信息像魔盒一样被打开之后，就是网络暴力，煽动网民对他人进行一系列的攻击谩骂。你是不是住在哪儿什么什么，你的信息，接着又说出来一些让我觉得很害怕，我就赶紧把电话挂了。网络博主婉婉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开盒。某天深夜，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他的粉丝，想约他线下见面。从那以后，各类骚扰电话就不断打过来。经过他的一番调查，他发现他的个人信息是在境外网站聊天群中被泄露的。什么电话呀、家庭住址叫什么呀，还有我以前一个收快递的地址也在里面了，还是2-3年前的，就让我非常的恐慌。警方调查的结果是，竟然有2000多名网络博主的隐私信息通过这个境外网络聊天群被多次转发和推送。据嫌疑人王某供述，境外网站里汇集的公民身份信息来自一些数据库，只要交纳很少的费用，就可以非法得到大量的公民信息。一般就是通过社工库，就比如说检索类的网站吧，比如说输入你的名字，比如说输入你的手机号，能出来你的绑定的那个实名信息，这样的。每个人的信息上面都有吗？有的。你要想查我，现在也能查到吗？可以的。
开盒挂人这种新型的网络暴力反映出的是一些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极易被获取的现实，也给被开盒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其暴力行为不仅在网络上，还会延续至现实生活。一位被开盒者就告诉记者，他的家庭住址被人发布在网上后，他陆续收到了一些陌生人寄来的不明物体，其中还有化学品。个人隐私信息为什么如此容易就可以获取？记者拨通了某事务所的电话，表示希望能获取他人的住址信息。对方表示，只要提供手机号码就可以。有手机号，简单一点哈，简单粗暴一点的话，就直接给他定个位就可以，快递地址、外卖地址这种都可以，这种1600块钱就可以。怎么确定它是肯定是真的？我们也是觉得这个钱挺多的。我们是用内部的一个大数据去找他的，我的客户在我这查的没有举报我查的都是真的，他们都相信我。给你虚假的消息我的手机号早就不能用了。对方还表示，如果想查询的更全面，比如银行卡余额、车辆记录、酒店记录等敏感信息，他们也可以提供。查开房记录这个现在是比较贵的，至少得1万多块钱了。不是这一项，带着他那个出境呀，他这所有的信息，包括是坐了哪趟火车呀，坐哪个飞机啊，去哪儿了，这些都有。时间段是5年之内，明天让我查出来的话，从明天开始往前5年之内的所有的，在哪个银行最近办过什么业务，这些都能出现。我看完这个视频我觉得是毛骨悚然，确实它是一个产业链了。因为你所有的信息就是每个人在网上的信息，或者在各个部门中的这个留下的痕迹它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一块一块的，谁能把你的信息整合到一起，打包出售，这个才叫厉害。比如说美团有可能泄露你的信息，但是你在美团上的信息它不全那上面只有你快递的地址、手机号，顶多有个姓，有的人姓都没有，对吧？有的人名字叫本小区最靓的仔，然后你的户籍信息呢在哪儿有，对吧？你的医疗信息在哪儿，对吧？在医疗网站上面，也就是你在不同的网站、不同的地方留下的足迹不一样，信息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这某一个部分的这个信息泄露，我能理解，但是如果把你所有的信息都能打包到一起，整合到一起来卖，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这个才叫毛骨悚然了。也就是你在不法分子面前，你是个透明的。这个央视他没有把这说清楚。南方都市报他说南都 N 视频记者经同事授权后，花费300元便买到了其户籍信息，有客服宣称其中240元是公安网站户籍截图的费用。户籍信息你只能在什么地方查？不是你想查就能查，理论上只有一个地方能查得到，而且你也没这个权限查，只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查。那为什么这个信息能出来，而且还截图？另一家服务商收费一致，并公然表示我们的数据是实时的，和条子合作。条子大家知道吧？3期开，其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正确，其中住址包括前工作单位、宿舍和现家庭住址，具体到楼栋。针对信息泄露，目前南都记者的同事已在户籍地湛江和居住地佛山进行报警，并在公安部官网下方的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举报。然后这个南方都市报他贴出了一个这个灰产的业务表，根据这个业务表，就是这个灰产它能提供哪些信息？户籍、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车辆、轨迹、地址、资产。给我的感觉我们每天说房地产，前面都要说一段，对吧？这个各大房企现在被强制执行有多少亿？那个法院强制执行，它就一个平台可以查询这个被执行对象名下有什么资产，银行账户有多少个，每个账户下余额多少你的房产有多少。这个不法分子提供的业务表比这个还要全，就能查得更多，连你外卖地址都有。这个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对吧？根据这些客服说是跟条子合作。这个南都记者跟这个社工库打交道，他调查社工库收320元即可提供准确信息。南都记者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搜索开盒、人肉等关键词，发现不少包含隐晦话术的帖子，
这些黑话中 CX 即普通查询，可查个人信息3要素：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LM 即猎魔，可查询身份、户籍、开房记录、快递地址、贷款记录、车牌车主、个人常用密码。上述帖子的信息指向某海外平台的社交群组，其置顶信息写道：发送身份证、邮箱、姓名、QQ 号、手机号、微博 ID、微信原始 ID、企业统一信用编码等即可查询。在这个群组只需以上任何一条信息便可获得个人隐私。说这种群组被称为社工库，是黑灰产业从业者收集泄露个人信息搭建的数据库。南都记者看到，单个群组内多则28万人，少则数千人，短短1个小时内便有数百位网民提供名字和手机号进行开盒，上千条个人隐私信息由机器人自动回复暴露在群组中，包括 QQ 号、手机 EM 号、IMEI 号所在城市等基础信息。其中查询开房同住人员需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查询结果包含5年内开房与同住记录。南都记者同事经同事授权联系了一位客服，查询其户籍信息，提供姓名、手机号和可出身份证号，收费80元，公安网站户籍截图240元。客服通过支付宝收款后，不到1分钟便把户籍信息发送过来。对于资料从何而来，其闭口不谈。他说这份资料一共有2个版本，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均一致且正确，唯一区别是户籍地，一个为湖北宜昌市，一个是广东湛江市。其表示户籍截图要等晚上才能回。4个小时后，客服发来了户籍截图，经南都记者同事比对，其中一个版本的信息完全正确，户籍截图中的照片为初中时在湛江拍摄，图片显示文化程度一栏还停留在初中。当南都记者追问客服是否有最新的户籍信息时，其并未答复，并称错误版本系复制失误所致。然后这个南都记者按照网上的提示他去查询的结果发现他说他查他同事地址，同事的信息全部准确，其中一个住址是佛山工作时的单位宿舍，另一个则是家庭住址。这些信息收费并不便宜。客服告诉南都记者，查询1年的开房记录收费800元，每加1年增加200元，并附带同住人信息。查询聊天记录1年1000元，每加1年追加300元费用。如果全部开盒，可以优惠几百元，仅查户籍信息则收费300元，支付宝、微信都可支付。当南都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广告帖的对接人时，对方详细查询能查什么，并要求先提供所掌握的信息。但谈到收益时，其表示不知道具体情况，无法报价。目前南都记者已在户籍地湛江和居住地佛山报警，警方第一时间联系询问情况。湛江市公安局峡头分局海头派出所民警表示，该手法涉及技术问题，会把情况反馈给上级部门进行调查。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乐从派出所民警表示，建议南都记者前来派出所处置，说届时将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实际上这个指向很明确谁有那么大的能力把公民的所有的信息整合到一起，对吧？只有一个部门，强力部门，那这信息大概率就是从这儿泄露出去的，对吧？你搞定了外卖小哥，你搞定了物流，你也只知道他物流信息；你搞定外卖平台，你搞定京东你只有京东的信息，你不可能有开房记录宾馆是跟谁直接这个叫报备或者叫信息共享，这个大家都心里有数。谁有这么大的权限？不言自明实际上要打掉这个产业也不难，纯粹看你愿不愿意。因为他这个很多是实时查询的，对吧？你只要有关部门、办案部门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对吧？你就在网上谁打这个广告，你就去向他索要，让他查谁，对吧？你给他一个号码，比如138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名字，让他去查，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结果就会反馈给你，对吧？这个时候办案人员，你只要在系统里一搜索谁查的这个信息 IP 地址是什么，对吧？用着谁的权限查的，马上就能把人抓到，马上就能锁定犯罪分子。
马上就能把内鬼啊给查出来。我知道这样的信息啊，一定是你有权限，你有密码，用户名密码，你得有权限，你才能去查，对吧？你刚才谁查的这个信息，对吧？顺藤摸瓜啊，两头全部能一窝端，就看你查不查，就看，因为它这个涉及到是一个灰产，灰产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手上掌握这个信息，他就靠这信息赚钱、卖钱、变现，他就会铤而走险。不要以为只有快递啊、外卖员、快递小哥、平台的客服才会泄露这些秘密。谁掌握这些秘密，谁能接触这些信息，都有可能把它变成钱。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个强力部门啊里面都是坏的，但是害群之马肯定是有。想把这个害群之马挖出来非常容易，没那么难。这就是钓鱼执法嘛，你完全可以钓鱼啊。这该钓鱼执法的时候他不钓鱼，因为这一钓这后面是条大鱼啊，很麻烦啊，钓的这是自己人，连你的账户余额都能查得到。实际上这种事情啊以前就有，但是没有这么广泛，也就是它是在地下暗暗的，对吧？比如说啊，很久以前什么私家侦探，说白了就是干这事的。但是像现在啊，网络上面这样明码标价公开的几百块钱就能去买，这个确实耸人听闻啊。以前好歹还是私家侦探，因为那个费用不菲啊，对吧？你要请得起私家侦探很难，这个不少钱呢。那你现在花个几百块，你就能知道这么多信息。以往大家不是太关注，因为它没那么普遍啊，私家侦探也不是唾手可得，所以大家这个不觉得很紧张，因为离自己很远。现在啊，你说在网站上花个几百块就能办这事，这个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里面啊有几个事情，第一个要立法，也就是对这种开盒泄露信息啊，必须要明确的法律，不是行政责任，而是刑事，那就是坐牢啊，对吧？你得有法可依，现在要立法，对吧？对这些窃取、泄露、买卖公民信息的，那就是刑事责任，不要民事。如果民事的话，那变成打官司，扯皮都扯不清。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加强宣传，要告诉广大的网友，这是犯法，这是要坐牢的。买卖传播这个公民的私人信息，那是要坐牢。第三个还是要加强教育啊。什么叫教育呢？也就是说啊，过去这些私人信息都是用来干什么呢？都是私家侦探用来赚钱的，就是比如说财产分割、强制执行，因为涉及到财产，别人藏匿你找不到，你找私家侦探去，这都是涉及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是动不动就开盒，就是两个人啊在网上一言不合就要开盒，开完盒之后就发动网暴，也就是说他有那个财产分配啊，财产纠纷已经转变成什么？就情绪上面的一种攻击，情绪化，然后发动网友去网暴，这个性质啊都已经发生变化。那这个只能靠教育啊。当然了，这个某一方面啊，这个跟我们有很多网友啊喜欢窥探别人隐私也有关系。他有人就喜欢，就想了解这些隐私，这是一种习惯、本能或者叫什么爱好，他自觉不自觉的他就喜欢了解隐私，想打探别人。这确实这是很多人啊有这个毛病啊，比如说喜欢问你赚多少钱呢，喜欢问你啊，问你这个问你那个，他从窥探你的隐私中啊得到一种满足，这个是一种病，这个应该对吧？通过加强治疗啊来解决。没有界限感，跟七大姑八大姨一样，上来就喜欢问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工资多少，对吧？这种就是他本能啊，天生的就对隐私感兴趣。我对隐私不感兴趣啊，我也不关心别人，对吧？你让我知道我都不想知道，何况让我花钱买，那这更不可能。所以说来说去啊，还是第一个首先要立法，第二个最主要是内鬼，对吧？你这么机密的信息是谁泄露出来的？谁有这个能力整合这些信息？最终这些信息是整合到哪儿去了？第三个就是教育，对吧？要加强教育，网友也要从自身啊出发，也要从这个提高自身素质啊，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界限、边界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